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的5年，時局明朗，經濟振興，社會氛圍融洽，社會運作亦井然有序，政治上的煥然一新，讓社會不必再聚焦無謂的立場之爭。有關經濟民生的探討終於回歸問題本身，社會戾氣終於消散，市民安心上班，學生正常上課，經濟發展重回正軌。香港國安法重新樹立起公務員團隊的向心力與執行力，令政府後續施政更加高效，政府的公信力也得以重新建立。此外，在中央的幫助下，政府積極開拓與內地往來互通的渠道，在跨境交通、出入境政策等方面取得進展，不僅內地城市旅客訪港更加便捷，港人北上亦已成為風潮。北上消費熱不僅為港人帶去更加親民與豐富的休閒娛樂體驗，更讓港人切身體會到內地的發展成果與生活水平的提高。過往因反對而反對的社會風氣已然消弭，民生改善及公眾幸福感的提高，激發出香港由內而外的生命力。